自往2023年10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息不变会疼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15章第19、16章14节，这是有关摩押的信息。摩押的阿尼烽火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摩押的基尼烽火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底本的人民上去因的寺庙，伫遐剃口。摩押人为着尼波甲米底巴哀哭，所有的人头壳剃光光，逐个人的喙手剃了了。因伫街路拢下抹布，伫广场甲家己的厝尾顶剃口，目屎擦擦滴。希实本甲伊利亚利出声哭，因悲哀的声伫雅杂都听会到，所以摩押武装的军人大声喊，因的心失胆，袅袅喘。我的心为着摩押剃口，因的难民逃走去索尼，到伊吉拉西利西亚，因爬上罗希的山坪，哪爬哪哭，因逃走去何罗念，因为受毁灭，大声哀哭。冷林溪的水干去，溪边的草蔫去，菜荽死去，青翠的物拢无去。所以因得到的财物，所有囤积的物件，拢会搬去柳树溪迄边。因为哀惨的声已经传遍摩押四境，剃口的声传到伊基连，传到边尼伊林。底本河流的水拢是血，毋过我上帝要加添底本的灾难，有使来对入摩押的难民，甲迄所在流亡死无去的人。恁摩押的难民，着对旷野的西拉送羊仔做礼物，互耶路撒冷的领袖。摩押的人民会伫阿伦河无目的赖趖，亲像鸟仔互人对鸟仔兽赶出去，逐所在流浪飞来飞去。因会对犹太人讲：恁着甲阮指教，教阮着安怎做。求恁互恁的阴影伫日时亲像暗暝，甲阮遮个逃命的牵起来，互难民的行踪无人知。求恁用阮受赶逐的摩押人甲恁带，通做因的避难所，互因免受毁灭。当压迫停止，破坏煞，公布对国内消息的时，大密家有一位王会用信息统治，伊的王位会用仁爱建立，伊是找求公平、实践公义的审判者。犹太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因的夸口拢是空空。所以摩押着剃口，每一个摩押人为着摩押剃口，因会因为食袂到吉尼哈列色的葡萄干园哀伤。希实本的残垣烽火，西比玛的葡萄树焦去，列国的君王压制葡萄树上好的枝，遐个枝捌伸到雅舍，旋到旷野，甚至搬过海去到外国。所以我要甲雅舍做伙为着西比尼的葡萄树剃口。希实本甲伊利亚利亚，我要用目屎甲恁灌压，
因为恁修成成色的果子，甲五谷欢呼的声已经煞，欢喜快乐已经对果子园消失啊！伫葡萄园无阁听着歌声，嘛无阁有欢呼，无阁有人伫酒窟打酒，我互欢呼的声停止。所以，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建议哈列瑟哀伤，亲像琴发出哀怨的声。摩押人虽然拼命去山头弹，搁去因的圣所祈祷，总是拢无采工。以上是以前上主所讲有关摩押的话。信息不变会疼。对人的角度来讲，犹太甲摩押伫非常久远以前是远亲，历代之后却诚侪死对头。先知以赛亚伫遮有言摩押得要灭亡，对犹太来讲一点仔也无可惜，甚至犹太人中间的爱国之士会认为值得庆祝。总是以赛亚书15章到16章关系摩押的信息，互咱看见先知的语调是由衷为摩押即将受毁灭哀痛。伫这段经文中，通看到哀哭、吼、大吼、悲痛等等的词句不断出现。先知讲：“我的心为着摩押啼哭。”希实本甲以利亚利亚，我要用目屎甲恁灌压。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。经文列出摩押真济的地名，显示摩押全地面对败亡的时的慌乱。对伫摩押人得要遭遇的惨况，先知表达深切的同情，毋是幸灾乐祸，反倒是充满怜悯。即种对敌人的悲悯，互人学得想象，却常常伫先知的表述中看到。毋简单以赛亚安尼，耶利米也是安尼。不过，先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对遭受审判者的悲悯，焦点拢放伫对上帝的关注、对上帝情感的察觉，以及对上帝悲悯的强烈关切。简单讲，先知伫经历痛苦中间，甲上帝同情同感，甲上帝同感悲痛。先知甚至为安尼的察觉，全然降服伫上帝。先知的生命态度拄好表达出上帝的心意。安尼讲，就是经文所咧表达的，都毋简单是先知的哀悼，搁较通讲这是上帝的悲悯。上帝悲悯摩押，为着摩押啼哭。当摩押陷入伫罪的时阵，上帝为伊啼哭。上帝口讲，一切受造物因为人类的罪孽受苦。上帝啼哭，是因为摩押境内对北到南充满受屠杀者的血。上帝也为着遐个对最初的屠杀中逃脱，无久了后，得要互西亚遇到拆家死的人啼哭。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，总是当歹人选择甲罪恶斗阵的时，上帝也为着安尼在啼哭。当歹人为着因的罪受苦的时，上帝也啼哭。上帝为即阵伊心所爱，甚至为因啼哭的人，准备一条出路。摩押最终唯一的愿望，简单会当伫10章第5节所讲，迄一位宝座顶的王的神像来找到。
大别家有一位王会用信息统治，伊的王位会用仁爱坚立，伊是追求公平、实践公义的审判者。只有伫伊永恒的国度呢，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公平。迄位坐伫宝座顶的王具体承诺，伊要伫自爱和信息中统治，伊袂用排斥其他外邦人的方式，敢若诚做以色列人的国王。伊是万王的王，万军的君。伊是我的王，也是你的王。伊是已经信的人的上帝，也是未信的人的上帝。默想，对于我的敌对者所受的苦，我是哀伤啼哭，也是幸灾乐祸？对于我的敌对者受苦，我是哀伤啼哭，也是幸灾乐祸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时常远离你的心意，求你赦免我。当我生命的时，愿你的疼养化我；当我无愿意甲别人分享你的恩典的时，愿你宽容我；当我眼光短视的时，愿你永恒的光照我。主啊，愿你调教我，互我无论见到谁，拢会当甲伊同悲同喜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